由華懋集團發展，位於西貢白沙灣嘅 Whitestone Cove， 由6座洋房及5座住宅大樓組成，提供40伙。住戶可以揸車出入之外，項目附近亦都有巴士同埋小巴站，來往鑽石山同將軍澳，再轉乘其他交通工具前往各區。鄰近康湖購物中心，設有便利店同超市，住戶可以喺呢度採購基本嘅日常用品，滿足基本日常所需。即刻同大家一齊參觀幾個低座嘅單位。首先參觀嘅係2座2樓 A 室，實用面積1039尺，連341尺平台，屬於4房雙號連工作間及特色平台間隔。一出電梯就係單位嘅大門，入屋之後就係客飯廳嘅位置，並且做到客飯廳分明，可以放到多組5至4人用嘅家具。客飯廳外連341尺平台，寬敞可以放到大型嘅戶外家具。遠望白沙灣海景同翠綠山景。廚房設 L 型嘅工作台面，配備櫥櫃同各種家電，包括洗衣乾衣機、蒸焗爐、煮食爐、酒櫃及雪櫃等等。廚房內設有工作室及洗手間，可以用作工人房使用。主人房位於客飯廳嘅一角，可以擺放到雙人床，做到3邊落床，以及放到1列嘅大衣櫃。設有一個轉角大落地玻璃窗，提升房內採光度。玻璃窗以及外連平台。主人房套設有窗，屬於明廁，同時設有浴缸同企缸，並設有鏡櫃同洗手盆櫃作收納。走廊開端係浴室、明廁，而且以企缸設計，配備交樓標準嘅鏡櫃同洗手盆櫃。呢間套房間隔方正，可以放到雙人床，亦都有預留空間放大衣櫃。設2扇窗外連工作平台，望翠綠山景。套設有窗以及企缸設計，設有儲物櫃作收納。另外2間睡房間隔方正，都可以放到單人床同衣櫃，亦都可以用作為多用途房間。然後我哋去睇另外一個特色平台單位，1座2樓 B 室，實用面積859尺，連平台402尺，屬於3房1套連工作間及平台間隔。一出電梯就係屋企門口，入門就係客飯廳，空間寬敞，可以放到多組家具，以及做到客飯廳分明。外連402尺嘅特色平台，寬敞到可以放到戶外家具。響白沙灣景觀同山景，環境優美。主人房以長方形開積，可以放到雙人床同衣櫃。落地大玻璃窗連趟門，連接自家平台。套設以浴缸設計，配備交樓標準嘅鏡櫃同洗手盆櫃。廚房以 U 型嘅工作台面設計，兩邊設有1列嘅櫥櫃，並且配備基本家電，包括煮食爐、酒櫃、蒸焗爐、洗衣乾衣機及雪櫃等等。工作間連洗手間就位於走廊嘅開端，旁邊係浴室，設有鏡櫃同洗手盆櫃，有窗屬於明廁以及幾缸設計。2間睡房間隔方正，都可以放到單人床同衣櫃。另外再參觀樓上嘅 A 室單位，1座3樓 A 室，實用面積1078尺，屬於4房雙套連工作間間隔。同樣一出 lift 就係屋企嘅大門，入到屋就係客飯廳嘅空間，間隔方正，更加容易擺放家具。外連露台，可以望到更加廣闊嘅白沙灣山海雙景。廚房 L 型嘅工作台面，上下櫥櫃，配備基本家電，包括煮食爐、酒櫃、蒸焗爐、洗衣乾衣機及雪櫃等等。內設有工作間及洗手間，可以用作工人房。主人房寬敞，可以放到雙人床同衣櫃。設有轉角落地大玻璃窗，望到白沙灣景色。主人房套廁設有多個收納櫃，以企缸及浴缸設計。
浴室以企缸設計，配備交流標準嘅鏡櫃同洗手盆櫃。兩間睡房間隔方正，都可以放到單人床同衣櫃，亦都可以用作書房使用。另外一間房就係套房，套廁有窗並以企缸設計，寢區可以放到雙人床，亦都有預留空間放置大衣櫃，連工作平台，望到山景。今次就介紹完畢啦，想知最新嘅樓盤資訊就記得 follow我哋，下次見，拜拜。